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原本伫7月29号要举办的第11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南区初赛，因为风台影响，顺延到8月5号举行。不过参赛者甲民众有缘热情参与，最后台语组甲国语组分别由叶丁随甲张新平摕下第1名。由文安里梦今年舞团的杜皮舞老咧开场，第11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南区初赛正式展开。会场包括市府首席顾问甘顺泽、李伟叶一丁、议员蔡淑慧、吕月英、曾玉珠、林碧燕、南区区长朱董等一个里长贵宾拢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有哪种了市府的首席顾问呢？要甲咱乡主先生讲哦，咱的我当属你所带领的团队，甲恁表示这个感谢吼。尤其是用这个歌声，互咱这个感情是哪来哪好。一个文化首都绝对袂当欠歌声。大家呢，这个爱歌，大家爱唱歌，大家爱听歌，大家爱欣赏歌，用这个歌呢，甲咱所有的烦恼呢，暂时来放到一边。逐年拢甲咱办这款的上好吼，真新式的这个歌唱大赛。高手哈，一年比一年厉害所以真欢喜来家给大家加油希望今天都可以唱出最好的水准来嘛，就这个机会祝大家88节快乐。另外，今仔日第11届歌唱比赛而且有咱祝咱所有今仔日咱家参赛这个歌手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非常高水准的表现拜托一下今仔比赛了，你得第几名？咱这个总冠军赛是咱最漂亮讲，咱南区一定咱第1名，好不好？好。有线电视顺应民众热烈要求，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吸引一民众用歌唱来交朋友，同时拼歌艺、拼造型。今年特别的是，每一场初赛嘛增加机上操作，还是用电视等有奖竞单。加上32寸液晶电视的摸彩，场面相当热烈。最后南区初赛成绩出炉，第一组第1名叶丁水，第2名谢博勇，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魅力加最佳舞台造型。第3名黄进荣，国语组部分第1名张新平，同时获选最佳舞台魅力。第2名蔡雅文，第3名李宏安，加包办最佳舞台造型。唱出人你的心声，时间无情引阮心痛，一生匆匆是注定。主办单位表示，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同时南区初赛实况卖对8月12号开始，以第4频道分段播出。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陈顺林、陈廷辉6号下晡正式成立三上区后援会，包括地方出身的议员林志聪、甲当地7位里长拢到场相听。会长也授旗予后援会会长钟英时，场面非常热烈。伫三上区农会潜水团表演，甲台南在地歌手助阵之下，立委陈廷辉竞选市长，三上区后援会成立热烈滚滚。包括在地议员林志聪以及全区7位里长的陪同之下，陈廷辉一一甲支持的民众握手，受到热烈的欢迎。
市长陈水林陈廷辉表示，县市合并以后，近2年的市长拢是拼基础，所以互大家有变演化的感觉。未来第3届市长是可执行，伊希望会当用少年活力、行动力带动全市每一个角落，并推出山区观光政策，希望留住人才，带动地区发展。咱今仔日成立咱这个三乡奥运会吼。我相信咱三乡是一个山区的所在，所以咱伫这处，咱有特别提出山城的观光轴、3层观光轴的一个理想，就是咱要将所有山区会当做一个结合，点线面的结合，不只是将山区来结合，咱有一个重要就是要将咱山区有一寡咱的文化、历史、甲咱的宗教、甲咱的产业等等农业。将这个部分来结合起来，来提升咱政府来协助着行销，将人会当引入到咱的山区，互咱的做这咱的这个就业机会来增加。所以我相信，伫咱山区的发展，只要当点线面，将所有的特色来甲伊结合社会。咱的山区是一个上丰富的资产。会中市长陈水林陈廷辉也亲自授旗予三乡奥运会会长钟英时，并接受这行长甲顾问团赠送包仔甲章，并拜托乡亲电话民调一定要支持陈廷辉。但新闻林根长报道。议员翁玉凤上午召开记者会指出，全台农舍兴建规定拢是农地面积的10%。毋过，只有台北甲台南有袂当超过50坪规定，但是伫台北的都市计划内面的农地本地就非常的少，所以相对之下，台南农舍的规定就变成全台湾上界严格，所以议员也准备要提案修改法规。根据1802年农舍兴建的法规，全国农舍以50坪作为上大的建筑面积，但后来放宽条件，只要卖超过农业用地10%就会当。不过，台南市并无配合修法，互真侪农民伫申请农舍的时阵，拢被法令拔掉的，造成真大困扰。你若农地顶悬要起农舍，就是袂当超过10%。后来有安尼修法了后，全国各县市就根据这条修法，南茂做一个修正，就是讲你伫你所有的这个农地顶悬，无论你安怎起，都是袂使超过这个10%啊。但是呢，若伫台南市来讲，等于讲，无论我安怎，我的土地面积偌大，我就是干那袂使超过迄个50坪。但是安尼对咱的合法的、想要合法化的农民来讲，这是一项非常无公平的代志啊！农业局指出，50坪是都市计划内农舍用地的范围，但是伫非都市计划的部分，会当到100坪左右。原则上，一块土地的它可以新建农舍的面积是1/10，但是非都的部分不能超过330平方公尺，那都市计划农业区的部分不能超过165平方公尺。这个第一项说明了哈。那针对这个1/10的部分是属于中央的法规，它有明文说明，就是说不能超过1/10的部分。对此，议员翁玉凤要求台南市政府比照其他县市做法，再提出修法，以免造成民众的困扰。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大台南公车2号路线延平街站，因为标示无清楚，常常互坐车的民众感觉雾煞煞，甚至有被公车司机赶落车的经验。所以，议员林美燕特别找来交通局进行会勘，要求改善标示。随着安平的背包客愈来愈多，坐大众运输的机会也对咧增加。不过，伫99线望月桥的公车站牌，煞出现电倒柄的路线图。另外，伫2号公车延平街的站牌，也因为标示无清楚，互游客看拢无，也造成附近店家常常被问到同款的问题，产生真大困扰。因此，向议员林美燕反映，希望相关单位尽速改善。那我们现场看到的，除了说这个站牌里面的标示图是反的，好，在我们的重要的地方万叶桥，竟然是一个反的一个告示牌。然后呢，还有我们到现在延平街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很多的观光客都来这边，我们有看。
到第一，它在展示的过程中不是很明显的说哪个路线到哪个路线，这是一点。第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语言，就是国际语言英文的表示。所以很多的外来客，就是国外的观光客来到现场，事实上，一波花都透过这个告示牌里面知道说。他要往哪里哪个方向，要必须坐哪几号车啦。对此，交通局指出，联合公车是为3分钟发车，来到安平街站牌以后，再驶到其他所在，然后经过安平路到火车站，路线比较复杂。因此，交通局也答应在1礼拜内加强标示，方便民众坐车。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节目的年度活动之一，庙口讲册爱活读。行出电影片持续亲历地方，推广活读。8月5号，前往仁德的中州宝成宫，和市民朋友借着活动来体会活读的趣味。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节目，这个因来到户外仁德中州保安宫，甲侪大朋友小朋友互动接触。现场丰富的活动吸引民众的目光，亲像是瑞富大小生鼓队的热烈开场，以及接续落来建和国小的青阳故事团，甲伊人国小的蒲公英故事团，也分别演出故事剧《抓龙棍》甲《牛郎织女》，互观看的民众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体验活读的趣味。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市长的一个指示之下，那我们也有开辟了很多电视读书会，非读不可这样子一个电视读书会。那我们也把这个行动书车，我们带到一些距离我们区图比较远的一个地方，让民众来方便来借阅。那也可以从一些媒体上面的视频，我们看到我们推动这个读书阅读这样子的一个乐趣，那无非就是说，我们希望建立市长所说的一个书香大台南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的条件。那我们期待在大家都普遍喜欢读书之后，我们可以整个提升我们在地一个文化的素养。那尤其是在咱你卫生台的面头前咱来下这个新湾那我们共同一起来读书，然后我们造就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来造福全世界这个活动也结合了市立图书馆的行动图书车，伫咧现场办理借册服务，并用趣味的戳戳乐游戏吸引小朋友来借册，互因会当有精美的小礼物。更加重要是借由活读，因将会当得到更加侪宝贵知识，充实未来人生。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文化局邀请当代雕刻艺术家涂维正进行当代艺术的创作，将甲目前老伫咧仁德大甲自制宫侪大师的作品摆做伙，预计11月份伫咧小龙文化园区做展出。这场跨时代艺术交流，上午也正式展开创作。仁德大甲自制宫内底含有丰富的文化艺术作品。亲像是内部墙仔顶的石板刻画，或者是天棚画作等等，一件一件拢显示出在地庙宇文化。庙方非常重视文物的保存，就连民国87年旧庙所贴落来的庙宇装饰，也伫咧文化局的协助之下修复保存。这个一场由文化局所规划近现代交陪，就是希望早前年代甲当代艺术家会当进行艺术上交流。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去对待，但是安内对待是啥？互相辉映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会当讲是咱交陪展后续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发展下去啦所以咱嘛希望讲，互咱这个现代人透过当代艺术，会当来认识到咱传统艺术的水，嘛透过讲传统艺术，我来看到当代艺术重新诠释当代的一种精神。我感觉这就是安那一代传一代，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安尼。在过去的创作里面呢，我们像这一群比较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事实上都没有对自身的传统文化有进行深刻的了解，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不晓得我会不会就是做得好，但是我想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去了解我们这块土地的文化，然后呢，试图让传统艺术跟当代艺术在这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啦。现场所展示的展览作品，甚至是墙顶这幅气势十足的画作，到时阵拢会甲当代艺术家涂维正的作品做伙展出，双方将会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场，互相竞争，也互更侪参观的民众了解台南的艺术。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原本是繁华上款的台南中国城，没落之后变成卫生治安的死角。市府为了让中国城活化再生，排除困难进行拆除作业，并且在今年6月27号举行中国城广场甲海岸路景观改造工程动土典礼。市长赖清德强调，未来中国城将是水甲热的生活空间，海岸路的景观大道也将成为一条翡翠破链。要让中西区风华再现。台南30多年历史的老商场中国城，也是南台湾最繁华热闹的商圈之一，但却受到核心商圈转移及海岸路地下街工程延宕，阻断了中正路商圈的连续性，造成客源严重流失，店家纷纷关门歇业，致使原本风光的中国城与地下街商场日渐没落。后期也连带影响了周边原有都市机能与商业发展。他以前那个广场有一个冰宫，有人溜冰迄阵就是底下有玩家是安那以前那边也不错呢，刚开始不错呢，刚开始那个中国城还有一阵子是不错的。它那没落之后呢？没落之后，怎啊变成人都没啊，地下街都没有人下去啊。暗门香港那边。中国城没落多年来，成为治安和环境卫生的死角。经过市府不断与居民沟通，买回产权，展开都市重建，终于在105年12月进行拆除作业。历时8个月的建筑物拆除工程，终于在105年10月底完工。海岸路位于昔日五条港地区。民国81年，当时市府期望透过地下街的建设模式，带动该区的商业发展。但施工期间，承包厂商因财务危机而不断易手，造成工程延迟。最终于民国92年完成路面工程，使街面层能够通车。县市合并后，终于在101年开放汽车停车格。于103年透过 ROT 委外经营，共开放全区932席汽车停车格位。而后在市府及商圈携手努力之下，接连办了许多活动，让原本没落的海岸路因为艺术造街丰沛能量，摇身一变成全台老旧街区重生典范，重新找回失去的人潮。未来在我们的隔壁中正路的中国城这边有一个更漂亮的一个景观，那连接中国城到我们的海岸路，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观光客。那我们海岸路的店家也希望说，在这一次的一个施工，能让我们能更快的让海岸路能蜕变成更受很多观光客欢迎的一个商圈。府城轴带地景改造计划的整体环境构想，连接了运河新钻计划，延伸本市运河水岸蓝带与海岸路绿带环廊结合，
提升运河水岸可及性以及自然资源与文化的串联。为了将中国城广场及海岸路景观彻底改善，市府于104年举办府城轴带地景改造国际竞图，透过国际优秀团队具创意及国际视野的地景改造提案，为中国城广场及海岸路地区的都市空间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原中国城坐落的广场用地以自然都市的概念改造。广场的设计运用水资源再利用手法，创造都市水环境，改善都市微气候，同时兼顾基地内外空间互动性与提升人行环境品质。而基地内可以保留的部分梁柱与墙壁已构，未来将与广场地景融合，新旧诠释中国城一段繁华时代故事。海岸路则是透过街道景观改善及步行空间营造的方式，整合地下停车场地面建造物及停车空间杂乱之问题，大量植栽形塑绿意人文艺术街。府城轴带之中国城广场及海岸路景观工程，于106年6月27日举行动土大典，也象征府城轴带景观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咱的这个中国城，就是水与绿的生活空间呐。啊，海岸路的景观大道就是一条翡翠项链，七股四湖一款的观念吼。甲引来到伫个这个都市上闹热的这个所在，那么当然树啊吼，你更加唔免，更加袂使欠缺吼。所以咱看起来简单讲，这个广场就是水与绿的生活空间。未来这个中国城呢，这个点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平面式的这个广场设计啊，它会让这个原来中正路啊一些商机延伸到运河啊。那运河未来我们观光旅游局啊也有一个运河游船的计划，会把它整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广场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中间的这个大家过渡啊、休闲啊、散步啊，然后来享受这个我们这个太阳日落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聚集的场所啊。因为海岸路现在的地上还有很多的突出物啊，两边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车道部分实际上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空间。它整个工程的这个施作会包括40公尺的部分，大概2侧的人行道、中间的车道，还有中间的这个有一个绿带廊道部分它会结合我们现在有一些海岸路的突出物就是所谓通风口电梯还有一些楼梯的出口部分做一个整个这个设计那原则上会用比较绿化的方式让这个整个海岸路的这个商机未来这个景观道路的设计把它展现出来透过中国城及海岸路地区景观改造工程，整体环境构想的落实，将为台南带来新气象，更渴望转型为国际化都市，愿景相当让人期待。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中到过后，对象全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